嘛淡薄酸。无，我拄则想要问你，啊，你跑转去啊？对啊，哎，别过来啊啦！是啊，啊，这款的你嘛食会落啊？可能就。阿二，出代志咯！小庆啊，小庆啊！我会惊，我真正会惊。哇！这样你有水无？这你做啊！哇塞！哇，达准拢足水的呢！哇！是有灵，有灵。零。到位，伫到位。在这，在这。这个乌嘞。对啦，这啦。高啊，细草。哦，天气就好诶。哎，这有一间大众庙呢。细草大众庙，啊，伊讲大众庙附近敢若有一个码头。遐有写一个大江内海，诶，应该是遐吧？有海就应该有船对啊。对，应该是啊。哇，台南天气真好诶吼。要想好。哎呦，对啊，啊，毋过朴叔哦，叫咱来这个台南的细草，对。要来这个码头找一个人，找一个人。见面。对。迄个人毋知是啥物人，唔知。神秘人物，敢是这？恁敢有听到一个声？哎，有人咧放音乐哦。有哦。哎，味道来的声。啊，敢是伫遐？哎呦，真嗨哦！哎，有来啊来啊！哎，电音们呢？电音，哎呦，电音三太子，哎，真嗨哦！像啊。敢会是姐姐？姐姐吗？哦。无可能一套再嗨吧？哎呦哎呦，有叫美嘞哦！有一个舞女哦，有一个舞女在顶悬跳舞。哎呦，这身材应该30通岁呢。少年辣妹，刚刚是辣妹哦。世界你上水！哇！面线哦！哎呦！手轻子啊！手轻子啊！我家己就要变白啊！叫伊美丽着啊！迄跳舞的迄吼动作，啊，搁有迄个哦窈窕美丽，真正是厉害。伊足好笑的，啊，台语阁足好的，会使甲咱 cover 安尼。啊，我先甲恁介绍一个啊。好，你甲我介绍。我今仔日是阮的迄个 boss 吼，朴叔叫你来是？叫我来做这个导览员呐。导览来甲恁指点的，来甲恁引导的，来指导员。好，指导员。是安那，我会带恁来介绍遮。对啊。因为这是我的故乡。哦，你台南人。因为人咧讲吼。嫁对嫁走，嫁鸡随鸡啊，嫁到对告走，系啊，啊所以我就是遮已经是吼在地吼，我你讲我无人比我了解吼台南的好。好来，咱先来，好，辣妹出发 ，Go Go Go， 行，出发。来，我先甲恁介绍，好，这个所在是台南的安南区的这个。细册哦，来，这来你看咧，这卡是水笔啦，有看到无？看到啊，嘿，这卡是水笔啦，这是像就参像迄个红树林，红树林，嘿，红树林，这个生态对，真自然的，吼，污染的。我咱是文弄蹦汤，嘿，弄蹦汤，迄叫做青色的蹦汤。哦，青色的蹦汤，但是青色的蹦汤吼，有的人听无。我来感觉我会脚足酸的。我脚嘛淡薄酸。无，我拄则想要问你，啊，你脚长去啊？对啊，哎，别过来啊啦！无是啊，这款的你嘛食会落啊？真这款的食。哎，我少年呢。讲我无紧。哦，你。一届一摆，哎，所以无啦，啊，这有无啊？我这啊，
啦，哎，这啥啦？哦， DJ 啦，是啦，即马才看到啦，即马是来啦来透啦，中岛。对嘿啊，透中岛吼，哎，我是靠这个面咧食青的啦。哎呀，你教我讲嘛是。调出门，啊，拄我有讲的啊，平时崩坑吼，人可能听较无。对，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国语叫做绿色隧道，真正就水了呢。哦，你看，啊，这袂当钓鱼啊。哦，这袂使哦。等下吼，你若去看到啊，迄树骹吼，迄个大公神啊。哇，公神啊，就是迄招潮蟹啦，迄手就大讲的。对，阮遮拢讲大讲。大讲诶，啊，过来你有看到愈来愈凉。哇，哎，这是重点嘿，就是吼，食的啊，你的头爱啊，你的头，重点是你的头用茶。你姐姐，你苦我这是吼青色的崩坑，上重要的所在，上介精彩的所在。自然的青色的，迄个崩坑啊，对无？自然你在讲啥？你自然产生的那种啦，主人三星，自然三鲜啊，哎，真正就凉的呢。有无？有。哎，唔对啊，阿姊，啊，咱朴树敢若叫你来。我伫的咧。哦对啊，啊你树头拄啊到手拢无讲话，你搁有伫的无？我惊你分去，你知无？我伫咧。啊，你讲两句话，伊要讲的话，你换你讲啊。朴树无遐简单，安那讲？是安那无简单？我讲了。无啦，伊较简短嘿啦，来你讲，你拄则要讲，你是萧敬腾哦，神话一哥。就是安尼，但是我感觉足奇怪，哪有无可能？可能遮简单啦，哪有可能安尼？敢若安尼看尼水安尼。无遐好康的对坐啦。船看海影，哪有可能？啊是遮讲附近有啥物线索吗？线索，线索，线索。蛇，哎，敢是迄个瑟丽娜的瑟。瑟琳娜的瑟？蛇你哪？因为这规条有无？敢若只有一个这。刚刚啊，下，这补起来这。哎，有关呐，有关呐。什么啊？什么货？你去摕你手较长。你有看到什么物件有。无？有啊，一个什么物件？我有看到一个玻璃杆仔。啊，安怎？玻璃杆仔咧创啥？玻璃玻璃杆杆仔就是算咧甩迄开。漂浮。迄个酒杆仔摊卖无啦？铺顶。铺点，对像咱的人生共款，演艺界嘛是共款。对，啊，铺铺顶。点嘅概顶。念。生哦，啥物拢会当唱这个哎，厉害。无简单哦，你哦。哎呦，内面有批呢，互你摕。啊，问题来啊！问题来啊，安那。啊，你别用嘴来夹。对了，这。所以，赞，好啉。哎，你倒赛，阮无负责哦。这嘛得袂出来。我你在讲我破？哎，还是我的手手指我。无，你用看卖啊？这无法度。啊我的手遮大。嘿，你是你在甜不辣吧？连咬伊都咬袂着。无阿姊啊，你来试看卖。哎，啊，你这支嘛，哎呦，我这个较长，你这支较长。嘛碰袂着。啊，掉的啊！阿二，出代志哦。我会伤粗啊，无对。看你有法度无？看你有较长无？我无度，我钱袂入去咧。你用我伤粗啊。来。我无一定爱吹一个，还是这手机。嘛怪你的卡这条。手机会使办吗？袂使吧？会使啦。是这会使开。贵时间。创啥？你有假死啦！哎呦，无你上坐船啊，会炸这啦。哦，足专业的呢，你哪会拢有哈？这样简单，要安怎用？应该爱家己，看你用啊，你爱家己包条吧，包条吧。你毋是讲你欠卡？你安尼夹心安尼。我欠卡是一定的。安尼吧，你爱安全的。来，鸡豆丸，有一种丸啊，叫做鸡豆丸。鸡豆丸，啊，还有贡丸、飞机丸。啊，这样简单，安尼是不是较安全？你袂吐出来啊？哦，欠卡哦。啊，你伸一只手。哎呀，啊，你这袂输要甲人相输咧。一届的机会尔呢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好来。哦，有啦。碎冰。玩伴，你的手细哩哦。细哩。身为一个歌手，包袱内底竟然有一支钢腿啊！
不是麦克哦，是公腿啊。这咱的礼物哦，来，看这公国礼物。是，这叫做行销传统的艺术。所以哦，伊爱叫咱去这个台南的王爷。王爷钟庙，可能遐简单。哦，这是玻璃吗？塑胶，啥？迄是爱黏，我知这是双眼皮胶对不？你也来那个家。嘿，不要紧啦，唔免伤脑筋啦。嘿，去就知对无？我带恁去啦。好好啦。哦，这大间的呢？这间庙真正就有名。是咪做气派的？哇，是咪做庄严庄严？哦，是唔是？是好，来，南昆新大天府到咯。到咯耶！后来请落车。老爸，哇！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来来来，这甲这张任务卡有啥物关系啊？还有这塑胶片，这来这跟我。你有感觉这愈看愈像迄路有无？那个香炉啊，牛路有无？哎，还有一个扫涂骹的阿伯啊，一直我来，刚刚要甲阮扫掉呢。你有看到？我是笨手吗？在家啦，在家。对，你啦，你是安怎啦？哦，是你哦，你是阿伯哦，你足无礼貌的呢。大哥你好，大哥你你好。讲阿伯，我当然无看到啊。你是哥哥小鲜肉你是这的员工，员工员工哦。哦，啊是找你吗？你是要有啥物代志？看暑假阮来遮看有线索无？嘿，线索啦。线索啦，算说，嘿，啊，阮是专门咧帮人做广告的。翕广告的啦。啊，你看这个，你敢看有？你讲这塑胶片，你敢知影这嘿啊啥，货？敢有？我唔知影咧，啊无，你来问阮庙的主事啊。你甲阮带一个好不好？好，行行行，来，就想要拜拜。啊，迄穿哦，安尼啊。穿背心的迄个是啊，迄个主事的总干事。总干事，总干事。看到啊，烟斗迄个哦。谢谢啊。你敢有看到啊？有哦。啊，伫遮啦。总干事吗？总干事。秀君姐，秀君姐。你叫我小青姐哦。我甲我走啦。啊，秀清妹妹啦。你后白讲，你认着人，我是林志玲呢。我是千科，我知你较少年，哦。我应该减你有20吧。假啦，啊，阮三个是伊的孙啊。嘿啦。对啦，来拜拜。这个阮大汉的啦，第二个啦。欢迎啊，这个我细汉的啦。这细嘿啦，汉。这是大囝，哎，你食较好。你袂遐老啦，伊演讲。伊拢都食三粒便当。嘿啦嘿麦啦。克麦克拉低赛，对啦你的任务，你的任务。林不啦。请问吼，今仔有任务呢，嘿啊，这是来找你的吗？你看有这无？这我知啦，这剪念啊，剪念吼，来我帮你看，然后我即马这个物件来你看卖，哦，你的来人，安尼就对啊。对哦，直通的，行。我介绍一个，咱南文新哦，算已经是古迹，哦是几百年啊？ 362档。嘿。恁正看到这个形来体啦吼，咱的庙的体是102年新建立的。哦。啊，这个顶面吼，你看这顶面啊，你看一下。哇。这福禄寿吗？迄个福禄寿。福禄寿吼，啊个咱的财神拢是。在是顶管哦，拢是顶面咯。啊，伊个顶面你看到吼，就是像你讲的这。剪梁。真凉。就是用迄个。哎，这剪梁，啊，所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一个艺术啦。哇！啊，坦白讲，咱台湾的剪梁的师傅吼，这愈来愈少。要学团啊吧？对你要学一个无？我感觉爱啊。你感觉爱你甲咱哦？特色，你要食你啥？说这小姐嘛，拢会使学啦。是啊，我来，我会付啊。你哦，我今日骹手较短。你个知啊？啊，你拔手所以剪咧？梁这里顶面啊，啊，你今仔来正讲福气。哦，真我甲你讲吼，咱南昆恁大天府哦，咱后壁佛祖殿都在整修，迄嘛是古迹啦。这可能是吼，要找一寡咱传统的这个艺术啦，艺术。这专家。对啊。我讲我要明节师的吼，我了解。有伫的嘛？这拄好，带阮去。真正都拄，我带你啦。好，行。明节师，明节师。明节师。明节师。你在哪里？你到位？明节师。明节师。上来叫我，你是臭你啦？我伊在工课啦。哦，啊，你演完了。
哎，啥物人咧叫？较细腻啊，弄掉啊，弄掉，较细。弄掉有声。伊在天顶啊！哦，来哦，细腻细哎，你腻。也看阮这 AI 的人吼，偌好白咧，偌溜咧咧。晒诶，晒，哎，明哥晒你好。嗨，哎，你形象，林格塞你本人哦， ，yes。带领导。小小等下，小等下，我这有一张这。我的礼物啦。啊，这啦，是不是这要找你？哦，这是玻璃啊，真念咧用的玻璃。哦，啊，为什么会叫真念？啊，真念是一个名词，嘿，伊真甲念迄伊的动作，嘿，哦，伊有真伊有念，啊，所以叫做真念。哦，啊，这会当创啥？你看就是后这，边这拢是真你料。看这拢是，是呢。这全部拢真念。哎，这拢真念。啊，敢拢你念的？无啦，阮的团队念。团队念的无可能我家己一个做遮济啦，你几岁学的？我对我出世就学啊。哦，你讲你是 baby 的时阵开始学？你就开始伫遮病讲来真念，真念，哇，安尼哦。无啦，因为我对细汉我捌代志的时候，我就知影真念嘛。因为啊，为什么你会知影要？啊，我规个家族拢在做真念嘛。哦，答错啦。我若讲，我爸爸我第三代啊。哦，安尼，所以我知影啊，免计使啊。所以咱 boss 就是爱阮用这较传统的物件，哎，阮来学宣要传出去，来找你学啦。嘿啦，拍广告啦。因为这是一个足有艺术的物件，所以阮啊一定要好好甲你学习。甲你就算讲是牵丝啊，牵咱四只丝啊，小来教教一啊，个。阮袂共加啦。对啦，我袂，这只袂啊，这只袂啊，所以我这只，这只袂啊。驯兽师有甲教好。哦，好啦，无问题。来，这组会使哎，你袂当用记的，你爱安尼。这尊，这个所在是伫庙顶，叫白鸭头。什么叫白鸭头？白鸭头是离咱上界近的、上水的。哦，啊，白鸭头才有戏出。戏出啊，伊这是什么故事？这出关公哦。我毋是三战吕布。吕布是对一这个。个是吕布。哦。吕布无啊有两支铁鸡尾。对，啊，对，吕布，嘿，吕布吕布是三国勇将。足侪即个兵马，啊，争伊一个就对啊。嘿对。虽然是足简单的一个画面哦，你来看，对啊。你啊详细甲看一下，你会感觉有一种故事甲感动。当地发生嘿，啊。对，你会感觉你来看伊的表情，有无？对啊。啊，有确定要学西啊吗？当然哦。哎呀，我拢有礼物呢。对对啊。啊。你会惊关有水沟症无？无要紧，淡阮为着要学习，我绝对无咧惊。先行才讲啦。安尼对我起来。好行，我带你来面顶。面顶。这已经足悬啦，来起来。我紧啦，等咱一个，等咱一个。洗目睭我目无去到庙遮悬的所在呢。哇，咱运气足好的哦，你哦。我进前其实毋捌听过真念，嘿，但是我即摆才知影伊是啥物货啊。知影讲哦，迄是一个艺术，但是接近去看了，你会发现哇，迄真正是哇，足油的，迄工拢足油的，是一片一片的搭起哩。伊迄色嘛是拢配甲足好的。哇，足悬行过一遍，行过。足悬，真正足悬的，足恐怖的呢。我唔敢为下骹过。天顶足悬的啦。比我想的更恐怖呢。那你毋是讲有钱赚就好？无，这真正卡淡薄仔软。有钱做歹小等下哦，小等下，我先行过哦。说你，好来，小等下，我会惊嘞。嘛是要起来啊！你会使无？就紧啊，紧的啊！我会惊，我真正会惊啦！加油啊！真正会惊。真正会惊。准备了。加油啊！真正会惊。真正会惊。准备了来。一人毋是摕，毋是要怎？还是你摕啊？你互你用。真人毋是摕，毋是嘛是迄个吼，迄个头壳咧爱起来嘿啊。我来看到咱民间菜哦，真缘投的分享。真正咧传。我看好买好。较勇敢的啦。你甲我抱咧啦！今日阮的基督丸呢？我真正会惊啦！我看得出来啊。
所以讲，我嘛做想要去你买看卖，一世人较一届对是吧？差真的好看。恁好好学啦吼，字母就教互恁少年人。啊，练，哎呀，明天使，啊你即马安尼看起来有水无？真的吗？足水的啊，真的啊。是哦。这可能一生敢若起来一摆尔。一生一摆尔呢。啊，我总想要去你。来啊！不要紧啦，讲一句。我翕相了，我传互你啦。来，今日我给你绑安全带，给你救起来。阮甲天公伯啊，足近的呢。对啊。哎，民革师叫阮去的时阵，迄无啥物骹路会使行，而且嘛足悬的3、4楼。其实有淡薄仔恐怖，因为迄真悬啊，而且迄是算讲是做工程安尼，嘿，但是也是真趣味啦，无即款的迄个机会嘛。上尾啊，一骹步啊要徛互阮徛起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小喘，但是咧头一个月，阮看到正边的迄个风景，真正有水，有价值。哦，民革师这边怎念啊？嘿啊，啊，甲阮教一个啊。哦，这等较因教啊，要教进前爱先知影讲这咧做啥。对。咱即摆起来遮，这个所在是这个青山寺，是南分县大天府伊的后壁殿。后壁殿。啊，伊的主神就是观音妈。哦，观音妈哦。哎，啊，观音妈殿当然你顶面做的正念，就爱做甲伊有护法的。是。哦，啊，咱就中就来做王母娘娘。哦，啥哪一定爱王母娘娘？啊，王母娘娘伊的身份地位较有法度去显示观音妈的地位。哦，啊，就做王母娘娘。啊，王母娘娘伊边仔一定是有2个宫女，这个是对啊。对啊。对。哦，啊，这个伊的材料就是这个色滴。嘿啊，啊，这大片要安怎要变安尼？嘿啊，啊，我就爱甲经吼，这安尼起来差不多吼。哦。来，啊，这爱料落。用料的哦。用。哦，用，迄是会使讲是用挂的吗？用挂这个词敢对？用料的。料的。所以我就讲叫做料包咧，无咧讲挂包咧。哦，料。哦，你料甲足水。伊老师的呢？啊，你听我，你有听到？有啊，恁讲话我拢听甲足清楚的。啊，一片一片安尼念，其实就是。哦。啊，佮按扭寸笑哦。对。伊就是原本的一片大片的，啊，看倒一个角度，甲伊较亲像安尼。迄是讲，因为遮有啥物吹风拍力，所以迄较快歹。因为玻璃本啊，你看，安尼就一个就无啊。玻璃吼，伊本身伊的材质，伊会落啊。哦。啊，敢会褪色？敢会褪色？袂褪色，但是会落。会落哦，啊，袂褪色就对啊。嘿，啊，你若要好袂落，就爱做。你有看到无？王母娘娘咧，甲阮斗相共，为虾米咧？伊破去了，即个佫较亲像，有无佫较成？伊较会紧的。真正的，这王母娘娘紧的。哦，你可会通哦。系啊。可能头拄迄地无好，会对即地佫较上的。哦，即马咧磨迄个边啊，晓无？哎，这个收边。哦，迄叫做啥？收边。收边。丝仔个就对啊。丝仔个啊。这叫做加玻璃。加玻璃。哎，啊，拄也是。料玻璃。起来啊！伊伫顶悬做代志，迄玻璃，哦，真正用甲足油的，迄透中昼足热的，伊就流汗流滴，但是伫打迄个时阵，迄是足专业的。哦，安尼起来。有啊。哦，赞，哇，水，王母娘娘欢喜共款，迄面笑起来足自然的。足自卑的，自卑啊，甲我足像的吗？对，你嘛是王母。有。哎，等下你也跟他很，他也跟你很像。我有去算前世今生，啊，我是王母娘娘边仔的仙女。哦，仙女哦。这啊。你是即尊哦？我唔知我倒一尊，所以我看到因敢若足亲切的。看恁较早的同事啊，有可能啊，我讲真的，可能有可能哦。哎，即马用迄啊，用迄。哦，要甲勾起。哎，要甲连起哩。要甲连起哩啊。哦，来咯！哇，水。真正水这堆啊！哎，爱偌久伊才会干？完全打可能差2-3点钟就打。哦，2-3点钟就打。比我想较紧。甲油漆差不多对无？差不多。啊，是安怎一定要用这玻璃，袂使用塑胶的？
无啦，塑胶都袂黏实啦。哦，要做玻璃的材料就是会当加会当黏。哦，啊，塑胶就无。啊，塑胶无法度加啊。啊，你即马咧做的这个形是啥物意思？为什么要搁家用一个安尼？你有看到咱的迄个中国结的流苏有无？有哦，流苏有顶一个，啊，顶面是不是搁一粒？哦，有，这个夹着啊。对。啊，刷落来。刷落来，但是伊会变共色就卖用这个。哦，搁爱配色的哦。迄就爱搁配色。哦。等于讲嘛是爱有美感。系啊。系啊，因为你无配色起来吼。拿的敢有拿色好看哦。拿的啊，我遮。你遮无？遮敢有拿的，我看卖。小心一点。有。所以讲这看感觉就对啊。咦，这个色啊袂歹呢。袂歹吼，我做个。系啊，做个配色呢。系啊，你看有无？有袂歹，水。这欧某牛牛互我的迄灵感。超会搭。超会搭是安讲？很会搭，就搞搭的。哦。就搞搭配安尼。啊，即马搁共款搁收。嘿，伊还搁收。啊，你这总共有几色啊？足一色的啦。系啊。好来，你甲负责搭起了。好。你有教你啊，你有。啊，你的位置要到哦。你的手里。好来。水。搭嘞，啊，我瞧一下就好。哦。袂歹，大家就少的吼。有正。大家正起来得人听。你哪会晓遮侪这种话？阮母啊，拢安尼讲啊。那毋是讲坐好正吗？坐好正啦。坐好正，因有教着对啦，因共款。有押韵拢会使。安尼，今仔先教恁食。好。啊，咱等下落来，我甲恁讲一个，逐间寺庙一定有的物件，叫做卷草。卷草。草啊。草。这吼，这是我咧讲的草仔花。草仔花。啊，迄个伫古时咧讲，迄叫做早市卷草。逐间庙拢一定有这个物件。为什么哟？为什么要用草啊？因为那早期的庙拢用茶起的。哦，对啊。木头。啊，茶上加啥？水啊。火啦。你莫甲我讲蚂蚁哦。茶上加火。对。啊，那火烧的时候，规拢无一样。所以伫厝尾顶拢有做一寡吼焰火，讨厌的焰，地火的一寡迄个象征。啊，你草啊，这个讲草，这个草啊，卷草这草啊花，这伊是水性植物。我知啊。代表伊也有水，你老火，我通摕水去甲你泡花。一个象征的意思。水，啊，搁一个上界重要，伊的迄个意思是讲，草啊，这你有感觉这个草啊，对顶面遐洗发落来，到这降落来。嘿。哦，这伫古语讲，迄叫做生生不息。哇！这是一种传承、传承。啊，寺庙是万年久远，大家咧拜，所以代表讲，我即马去一间庙，即马这个时代才是有人去，后壁囝儿孙，你嘛是拢爱知影这个故事，知影较早的人的过程，伊的奋斗的过程的辛苦，啊，这生生不息的意思。哦。啊，扫落来咧。啊，扫来，搁要看更较水的，啊，带恁来一个所在。哇，那个到位，够比赛搁较水。系秘密基地。是哦，好啊。做这男实在是真辛苦啊！哦，迄个日来拍卡车，雨来就无转食，真正是足忝。所以咱会倒撇，咱会无想要做。啊，我嘛知影，阮爸爸一直教我锁定，伊感觉讲啊，这个囡仔袂歹啊，但是咱有叛逆性，我就无爱。啊，所以我就去做我的工作嘛，哦。但是感觉这个代志，感觉像有可能带天命吧。天公伯啊，讲要你讲交代讲啊，你就是爱倒来接这个家族的行业，起来甲展览、发扬光大。说到尾手嘛是你爱来接啦，嘿啦，你爱来接啦。啊，家己炸恁去。哇！这安尼有水无？这你做的吗？哇塞！哇，逐阵拢足水的呢。活灵活好。有活灵活好吗？是活灵活现吧？活灵活现。你迄个老师有教活灵活好吗？好甲灵两个是会冤家。所以袂当
兄弟评论就对了。对，你活灵活好，我怪怪的。啊，零伫咧遮，哎，吼，这是这零鱼啊，甲零，这是鳌鱼，鳌鱼哦，有听过。国语叫做独占鳌头就是这。啊，这两只较特别，嘿，这两只是送叫我做，你知？像丹西中叫我做的。是丹西中，咱的卫福部长丹西中。因为疫情，所以第一届3级警戒的时阵做扫起天灾，啊，有啥要因为 COVID-19 对，天灾，我想啊，较会当做一个吼，更加扫掉。扫掉。扫去天灾，啊是伊，哎呦，啊喷烟的，博士要讲话啊！啥物总统来喷烟？我是 boss， 现主时化身做一尾龙，甲恁讲话，是安怎遮尔侪作品，偏偏要经一尾龙呢？嘿嘿，因为这才有下本龙王的气质啦。一摆恁出任务，若是拄着困难需要支持，本龙王会提供银龙妙计予恁。但是这个银龙嘛，毋是遐尔简单就得会着。嘛绝对面对天顶连落来，凡事拢爱有相当的付出。若要得到金龙，就要通过叶师傅的考试，看恁对神话故事的了解。若全部要到，就会当得到2个广告金龙。结果会安怎，就看恁的实力咯。哇，你嘛真高，你知影阮博士的厉害啊吗？大家讲5分钟以上，对啊，讲袂煞。我对这有听到一个重点，就是阮爱先回答老师的问题了，会使得到2个什么？金龙妙计，啊，无要做师啊，跟着我走，对我来，来，好，啊，徛好未？徛好，你走。好，要开始出题目啊。题目。哦，我上惊题目啊，我读册拢倒数第2名。你还佫赢一个，你还佫赢一个上尾迄个。嘿对。因班牙2个人。紧的啦。你也看。哇，这物件。哇，炯炯有神呢。嘿，啊，你看这有2排，点迄排。叫做8仙，我知影8仙，贵海，你知吼？我知8仙各种，8仙各种，但是只有有高仙呢。对啊，哎呀那呢？即马的问题就是要甲你讲，这8仙有啥有9仙，念讲念袂出来。来，我试看卖，我先。我先念，我记得无。好，无我是你先。即马开始啊。对遐开始。哦，你咧。这是迄个拿彩盒。啊，这第2尊。这是草国菇。泽国菇。是吗？泽国菇。啊，徛好的这个是。吕洞宾。第三个。嘛毋是，伊是迄个。第三个。你给阮一个姓，伊的姓。嘿，伊姓啥？姓名。吕洞宾啊。我讲吕洞宾。我头早嘛讲吕洞宾啊。有吗？你有讲吗？有啊。那来第4个。迄个安尼。铁啊，你怪啊你铁怪。什么怪？李多怪。李多怪。李铁怪，毋是李铁怪哦。李多怪。啊，过来。迄个南极神翁。啊，对。南极神翁。南极神翁，我背足久啊。恁同学有10个哦。有10个啊，阮班较侪人。来，搁过来。这叫姓钟啊吧？无姓金的啦。金汉里。啊无咧。无啦。啊无姓汉里吗？姓汉。汉雄柱。汉中里。哦，汉中里啦。汉中里哦。啊，搁过来。汉中里。这个姓张。哦。张国姑。曹国姑啦。曹国姑啦。国股在丢公乐啦。啊，搁过来迄个。啊，这就是。好成功。哎，对啊，搁过来，这个。这个就是啊，这不是吕洞宾吗？无啦。曹国姑啊。我讲一个无伊啊，本片啊，迄个啥？本片啊是吕洞宾是啥？啊。较缘投的迄个，伊是8仙内面缘投的。上缘投上好看的。其他7个翕出你袂使哦，袂使。上缘投。好啊。我姓啥？请问伊几岁？贵姓？你们有哈韩吗？
有啊，韩雄柱，韩雄柱，对啦。我还念袂出来咩？爱较紧的。重来，进来。不可能。拿彩虹，过来。周国歌，过来。卢董兵，都怪。南极神哦，来。汉中里，汉中里，招丢国做国鼓，丢国乐，过来，和成功，韩雄柱，对，答对了。爱的鼓励啊！5、4、3、2、1，答对了，来。剪念传统剪念这个物件，伊是一个动作，有剪甲念，所以有这个动作起来了来，较个合作叫做剪念。剪念呢，咱即马看到伊的物件吼，足侪拢做入庙来嘛。上界水的就是遐红仔岛。阮即马所推广的，就是为着要互这个剪念有法度有伊的生命，有法度延续伊落来的迄个传承。所以，阮即马一直推广要将即个剪念的作品，要互剪念即个手工艺，即台湾特有的即个工艺有法度，迄个上国际的个舞台。今仔日要互恁看的，就是讲吼，啥叫剪念？剪念。咱拄啊伫庙顶有看到卷草。对。就这啊水嘛，你讲水啊。这就是要将个草仔花甲揪来下底，互恁家己看讲，即块草仔是安怎造出来。这就变做你的作品。好。做会当摕回去哦。请问姐，这哪有遮侪碗？嘿啊，你讲的这碗啦，这是啥？碗灰啊，这就是碗。你拄这是碗呢？咱拄啊看到的，哇啦，迄个陈时中叫咱做的，迄就是用这个碗做。哦，真好哦。这是算讲是古早的碗吗？无，迄是即马去特别做起来要互阮用的。是哦。是安怎一定要做碗这种？因为古早就是碗，用玻璃的啦，所以到尾手嘛是搁变态去做碗，碗较袂啦。所以咱要开始啦吼。好来剪念咧念的时阵，一定是拢对上尾啊开始念。上尾啊，安尼尾啊安尼哦。无啦，伊剪念是一块踏一块踏起哩。你啊，比如你遮先做了，遮就我无法度踏。踏袂起哩啊。这吼，你爱紧打无，因为去打的时候你就无法度念嘛。无法度念。爱较紧的。对。老师，你这有变的，才直接用买的。我跟我打个目睭咁样。安尼我咧换变白色。而且这个尖的，就惊用刮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真正足注意。来，你看这个吼。哇！哇！变过来吼，好来。无老师，我咧有水无？会使无？这较水人无水。我瞧一下就好，我来瞧一下，我瞧一下哈。水呢拢同款的物件，但是。老师讲全部停来，全部拢摕起来，全部摕起来。其实我本来是对我家己吼，足有把握，足有信心的，嘛对这个色彩学有一寡观念。结果无呢，咧想的甲直接念的甲做的，完全甲我想的无同。其实我有发现明见师对这个职业的坚持甲想要完美，所以呢，我想讲这种单元应该爱阮一寡家己的创意啊，阮就可能较立体啊，较客啊，无伊吼拢甲我菜拢拔起来。我有做，敢若无做咧，全部拢是伊咧做。我可能敢若插着头一支尔。我讲哦，人迄个认真的查甫人吼，上缘投，真正呢。我安尼甲偷看一下哦，咧做工课吼，足规模的呢。哦，安尼足细致的，安尼慢慢啊用，足有耐心的。原来要做一件吼好的作品的艺术品，是爱开偌济时间、甲精神、甲用心、甲激头壳，所以我足钦佩咱明杰师，无简单。
老师，你较早咧学这，敢会恁师傅会甲你错干辣椒吗？讲你这戆啊，咱袂晓黑白搭呢。阮师傅就是阮爸，恁爸，啊，恁爸会甲你错吗？是安那？阮爸错是迄个日常，日常，逐工用错。但是伊毋是错尔，伊吼迄老师傅吼，伊读日本册。哦，伊嘛袂甲你像我会甲恁教，伊袂甲你教，伊讲啊，你对安尼做哈，啊你就看看。家己用看的。模仿。看看第一届做了，伊讲安尼毋对，第二届佮做的时阵佮毋对，伊就开始骂啊。安尼哦，啊拢骂甲牵死就对。哦，迄个牵足长的书。那有像咱安尼哦，安尼舞袂好势，就讲师啊，拜托你帮我练一个。啊，阮爸爸伊是对阮吼，对我诚严，伊无管你几岁啦，啊你啥物时阵不管，你就是爱对工地对小工开始做，因为安尼你靠我都学着全部物件。敢想一个声位楼顶？来啊妈，都来啊妈。有呢，那是楼顶的声吗？有诶有诶。阿惊。暂停者，暂停。歹势，安尼阮先去你楼顶。好。哎呦，有，大声大声啊！有声有声。声一直咧叫。哎呀，什么状况？哇，这做艺术的咧。哇！哎，是不是有灵？灵。倒位伫倒位？在这，在这。在乌乌咧。这啦。哎呦，一尾龙咧！龙王啊！是不是阁有话要讲啊？相信经过这个经验，恁对前联已经有初步的概念。过去恁拢是用影像来做广告创作，有时阵若甲画面摕掉，敢若用声音来传播，营销应该嘛会得到真好的效果。所以即摆本良王希望恁甲师傅的作品做成有声册，利用恁的声音甲创意，互故事变搁较精彩。安尼知无？好好啊，加油哦！讲买去啊，讲买去啊！龙王。哦，有啦。哎，啊你用徛咧后壁，你看起来哦，一张较大张。我拄则是真正有带着。我出现就是要交代互你一个任务。来啊！交代任务。巴克袂倒。嘿，这内底就是要将这样的故事，叫做一作品，爱将恁看到的作品，甲将故事甲讲出来。有讲用有声册。对，啊，主要是要用声的。用声哦，因为之前阮拢用翕的。用翕的，用印象的。看内底到底是什么呢？足侪张做，哎，这是安那？哦，足侪故事的啦。这的物件，就是咱等下会去啊看作品。哦，你这拢有作品哦？这拢有作品。原来是安尼啊。为什么要互恁讲作品足水，但是伊也有灵魂？灵魂就是个故事。好来，互阮去看着无？好，我带恁来看。好，行。来，今来看什么咧？来，给报恁看一个好物。好物。嘿，你也真正看。好物呢。哇！这嘛艺术品呢，看来就是做艺术的呢。刚拢活跳跳。拢熟悉呢。这有水无？有，足水的。但是伊的故事无故事都袂水。对。安尼哦。所以伊也有故事。哦，所以这三百是一个故事吗？伊的故事叫做《醉饮金山寺》。哦。别咱细汉听过这个故事啦。醉饮金山寺内底主角就是有一个叫做柯仙。柯仙。这个是法海，法海和尚，有白蛇、白素贞，有小青，小青就是乌蛇，这个是迄个蚌壳，迄个蛤蟆，对，哦，真正是。就水的呢。这个故事是叫做《洞关无马超》。哦，安怎讲？伊的故事内底就是这个马超。马超。这个洞关。唔是，这个叫做错。做错。做错啦。是做错去甲害死马超因老爸，所以马超你看大号。对哦。我去个要陪。大号伊伫洞关去哦。
去互撞着，伊要甲对杀，拄着左侧要甲对杀啦。左侧拍败，对，正输伊就开始一直走，啊马超伫后壁就开始对了，了对杀，甲遐个要有死遐阿对兵哥啊讲，甲遐这边的阿兵哥讲，看到穿相袍的，嘿，因为左侧穿红色的相袍，嘿嘿。格杀勿论，格杀勿论。哦，放一刷。左手听到，就开始摕一阿兵哥的衫，穿的你看伊就是阿兵衫。嘿，阿兵哥就对啦，干巧啦。对啊，伊继续走。嘿，哇，一巴肚，互你讲甲真正足有故事的，你当演8点档的啊，这叫做动关无马超。哦，啊来，咱搁看这边。关老爷啊！嘿，关武嘛，这北就是上精彩的。哦，啊那精彩。关公过5关斩六将，就是36咧种吼，就是咧讲这伊的场景就是这。哦，啊，关公伊就是为着要保护伊顶面吼，才有伊的锁啊，伊两个锁啊。伊两个锁啊。哦，啊，一直走到古城的时阵，嘿，后壁左侧咧对杀，啊，这是伊两边咧相战的一个场景。刺客啊！真正刺客。咧过5关斩六将。啊，敢搁有？哎，后壁敢若嘛有哦。后壁来，后壁，搁一个，来对这啦，这北就是较接近咱现代的地区，嘿，这北是迄个牛犁仔镇。牛犁仔镇是啥？牛犁仔镇是一个咱的老立镇，咱的镇头。老立镇啊，有一个看牛犁仔镇就是对，有一个人啊摕一个迄个。龟犁啊。无，毋是摕一个牛的迄个面具，这是这内底牛犁仔镇内底两个主角，嘿，啊叫做龙情梅姨。哦，咧谈恋爱啦，做变态的啊，看这查甫咧开这查某的啊，安尼啦，因为我穿绿色应该是我敢安尼啊，安尼甲染掉安尼哦，看起来最硬。韩国啊，这规干。所以说是较甜蜜的故对啊，事。系啊，较甜蜜的故事。啊，这个查甫伊你看伊甲举一个猪头，就是代表伊是有一只牛。啊，伊的故事嘛是像迄个梁山伯甲周永台内底讲，我一见你就讨厌，在这里更伤心诶。迄个阿娘讲这个故事，就是因两个伫遐谈恋爱，啊，只牛要甲弄开安尼。了解。如此要破坏因的感情。对，所以这个牛犁仔镇。哎，若是安尼的话，阮是不是爱来讲故事啊？对无？做故事啊！啊，你毋是讲好啊？你还搁假无啊？啊，你拄则讲会使换，我看倒一个较有。我就坐就好。来啊，你要这样。哎，你讲。我就摕到这啊，无法度。来，啊，你要对一张？好啦，恁拣出的互我啦，莫讲吼小心节吼，伊老袂老啦。伊老袂老，啊，你著关武好啊。啊。你关老爷啦。啊好啊，袂啊。我好啊。拣好啊嘛吼。好啊。啊，这恁拣出的嘛吼。故事嘛听啊。嘿，好，不要紧，莫讲只夜甲恁欺负，但是吼，boss 吼有甲我特别交代，讲吼，今仔日吼恁遐尼辛苦，先来互恁赏一下。这看就赏一下俩零。俩零的吗？带好，食好。还是会使看腹肌的。腹肌啊！腹肌我无。倒一款呢？但是我嘛是唔知呢，我嘛做好奇的。你讲唔知？对啊，你爱知吧？我卖个关子，对啊，好，你叫是 surprise。对啊，无腹肌拢尾鱼肚。好啦，紧的啦，好啦，人在等啦，人在等，行啦。下课，谢谢老师。10分钟，拜拜。下课。比基尼哦，要紧，我来教阮家己用我青梅，啊，你会当卖穿。哎，朴素就好哎，等一下重来。为啥啦？为啥重来？虾米？哦，你这虾米？还是一张梦吗？你做面梦吗？小囡仔？是啊。你较醒啊！
你只要甲我扒了，你这无礼貌的臭小囝。来啦，恁啦恁啦，这拢是我上爱食的哦真爽。哦，真正。来，阮先享受一下，啊，你再先咱机器人收起来。会当食到这物件，已对经有价值咯。咱来替你服务。想要到咱的 boss，竟然遐尼爱用心，这大心，我小可你感动。小蛋姐。嘿，安娜，啊？啊？哎你啥呐？创啊啦，莫摕出来啦。的。你即摆这个 timing 敢好？对啊，啊袂爽着要呢。袂啉嘞，你就讲小等下啦。小蛋的这是安那？你是这老花眼、老花眼。拄食的迄个。礼物啦，好啦，恁先讲者，我食看卖这歹。你这个囡仔吼，你有洗手无啦？有啦。有啦。啊，就安尼吗？嘿啊，无咧，有泡芙的。哦你在创啥？来，咱来看一下。来，咱哦。爽。啉者，那恁哪看？先啉啦，先啉啦。咱笑笑的食。伊啊，扭过来。放互轻松，放互轻松。我真情拢来啊！你坐遮，来。即摆是双主人啊。来，请坐，吼，请坐。啊，阮豆豆啊看。啊，反正即马就是讲故事，就像迄落广播的。对啦。广播电台。广播电台台，其实对无？较早的广播电台迄个声优其实足厉害的，拢声优就是靠声音讲话啊。迄叫做声线，声线。声音的线，声线。我感觉这个故事吼，对阮来讲上简单啊。啊你哎，对啊，咱你要创，你要创。拜托者，已经创作者。对啊，我专门会拍这趁钱的对无？你爱做成低调。咱来安娜。咱用一镜到底，一届完成。你看定？一个行到底就对是了。行到底，啊，拢卖加。观众看到的是一件到底你讲的。对啊，一行到底，一个行。一个镜头到底，啊，拢无。袂使加。袂使加。袂当修正。你就爱挑战的，你感觉咯？无咧，意思他拄仔困到即马呢，你要请呀无？你感觉点头啦？对啊，安尼较有挑战性啊。好，既然讲到这，哎呦，再来看一个吧，看至少有朴素，互阮一寡三个。这是吼朴素荷兰的金龙，对。金龙，好康的，唔知有啥。金龙，金龙哦。蔡依林。国语你讲无讲哦？国语叫金龙。人啊！我台语都无咧。其实就学习。我讲古人。其实恁两个就像姊妹啊。是吼。对，直接看出来。好来，你。声音的呈现是变化万千，上早的广告就是用一喙传一耳的方式来进行，所以咱就好好来利用周围的工具，让声音变甲快佮丰富哦。哎呦，我看我声呢？高。你有听到什么重点无？你有。重点是啥？会当做一个声音。什么声音？伊专门课上爱用声音的。比如讲，什么会使做什么？行路，徛马的声。哦。顺便安怎配合？拍音的声。拍音要安怎用？拍音的声。拍音无啥想。这是拍音。小桥流水吧？这水无遐强啦，但是会使想嘛，想看卖啊。好。但是我有问题，阮会使合作吧？比如讲，我咧念的时阵，恁帮我用声，无我咧烧草咧。对啦。安尼烧草咧。会啊，因为咱是一件到底，所以会使互相斗相共。一件哦。一件到。我搁一点咧，一件啦。一件到底。一件到底啊！好，讲一句来。好来。一件到底。无啦，咱较实际啦，莫讲吼用骹伫遐安尼打啦，啊用手伫遐扶啦，哦，迄拢无成啦，是迄个无啥像啦，所以吼上直接的，吼阿姊啊吼，就带恁吼去实际，吼，你敢知影咱遮吼上有名是啥？牛肉汤。虾卷。我即摆咧讲甜点。我是袂当要制作这个声音，道具啦，道具啊！你要制作这个道具的声音，
你用脚就无成啊。嘿，所以呢，台南足有名叉脚。哇，既然你有够厉害，叉脚嘿，哦，啊用叉脚吼来做成迄个跑马的声音。哇，你就有意义。对，啊，过来，咱台南上有名就是孔庙，吼，遐有吼足侪特别的声音。我想讲你讲要带阮去拜拜咧。无啦，咱已经搁要去拜到变过啊。讲不讲去整脸，明仔载规装去整脸。安尼好无？恁感觉安怎？好啊，好，好哦。安尼才有意义啦，无咱拿伫遮，对啊。对啊，吼。好啊啊无，咱即摆先来困一下。我讲明仔载咪足忝的，先食饱啦，啊，无要生水哦。我好啦，算啦，你先食饱。我惊你落去，迄水饮水呢，甜起来。喂，我两个我若搁落去吼，你听我讲，我若搁落去吼，可能规个台南拢。台南做大水，水。台南做大水了。来，来干杯一下。来，杯啊真水吼。对啊，啊，阮四个那生无共。无共劲。迄是看每一个人的 size， 你看你特别较大杯。你这水桶摇。哇！咱今日咱两个细汉的，哦，张阿姊甲阮交代讲，来要来找这茶家店。去迄个医馆附近。你敢有来过遮？有啊，进前遐有一个乐团咧，迄个表演的所在。哦，是哦。我来过这几六道。哦，你嘛是台南人对啊？无，这个医馆人。哦，医馆人啊。哎，敢搞啊？哦，茶家。茶家。对啦，哎，遮拢足侪。明星啊，艺人拢会来遮。你看遐有相片，名人路啦，啊后边嘛有咱的相片在顶悬。哦，是安尼。甲要求就好啊。哎，侯家娘好。侯家娘，你好。嘿，我是两个帅哥。啊，对，我们来找茶家，因为我想要用一个，就像广播的感觉，啊又配就侪音效。音乐的，因为咱是要迄个声，迄个咔。咱捌听过？无呢。唔捌听过吼。足少的呢。甲恁保证。开钱吼，保证行路有声。哎，保证行路有声。好，来看。哦，来，恁少年妹吼爱有声的哦。哦。好，来，这张吼，互你拍你，吼。来，全世界的人拢捌你，啊，这双，互你试穿看卖啊，哦。哎呦，这会使安尼，会使拍片哦，吼。拍片。我第一个听到拍片。清茶家好趁食，金银珠宝大厅。哦，来定念满大厅。定念。来哦。迄个青目家好趁食。好。金银财宝满大厅。好，搁一遍。嘿，新目家好趁食，金银珠宝满大厅。有哦，有宝贝无？哇！哎呦，神杯，想杯。好，我看你心足痛咧。你讲目家。中部以南叫做目家。中部以北叫做茶家。哎，对啊，阮是讲茶家。对啊，阮叫目家。啊，你伫遐讲的时阵吼，用当手无意思，对啦，穿当骹。爱穿才有意义啦。是啦。哇！这目家是咧穿的，唔是要互你讲。唔是来穿的。哎呦，啊，遮拄啊好，今日穿安尼，哎，你嘛穿安尼。啊，你心理准备有要来？对啦，试穿一下你。两脚行起来还有迄个风啊。啊，行路有风啊。哎，恁这店是几年的历史啊？118档。哇，8档。唔是我哦，是你吧？你107岁。是恁妈妈。幼起的。无啦，我第3代。你第3代啊，所以是为恁阿嬷遐就开始做。哎对，阮先生的，阮头家啦，我隔壁来的啦，我先生啦。哇，新妇。来，叫看麦啊！哦，哎呦，有声哦。这习惯一个呢。哎，对啊，无好穿啊。佮尤其你这吼，较歹穿，你看伊会当迄个放家族的穿。
目镜吼，你啊照步行是足好行，但是你啊行着石头路吼，歹势吼。就规个面拢全豆花啊！色甲面全豆花。敢若跳迄跳舞共款。对啊，安尼。啊，毋过这茶架穿起来真正有迄种脚踏实地的感觉，对无？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今仔日呢带你来吼，咱台南啊非常有名的咱的孔子庙。伫遮。就是这，对啦，足有文化的哦。这大景啊！你敢知影我啥带你来这？啊，有声册，嘿，有声册的这个声音的效果，对无？哎，对对对，哎呦，会晓哦，真牛！今行，咱就来找这个声音，行。连米就够啊。好，你看是毋是足特别嘞？这位吗？啊，对啊，无嘞。嘿，老板娘，嘿，你好，看卖你甲阮介绍一下好无？我是要找较特殊的音效。声音吼，我遮规档拢是整治落去做的物件，啊，你若要有声音的吼，这就是乐器，会使做乐器，这拢有声。啊，无同款的整治有无同款的声。所以你会使听看卖啊。哎。每一种拢无共款。这要安怎分别啦？愈大粒的声音，愈加无，唔是，无一定，嘿对，迄是伊的材质无共款。哦，嘿，材质无共款，啊，搁伊内底空间无共，伊声音就会无共款。哎，你拄啊用迄个较迄个呢，较悬音，你看哦。嘿，迄个较低音。嘿。嘿，足袂搞啊！我知啊，我想着，因为我有一个音乐的声音，我有笔记起来。哎呦，你有想到啊？发海行落声音，对，就是发海。安尼，我安尼哭，系哦，够成呢吼。但是这个可能较无遐成。哎，是吗？啊，多找一个吼，较成的。头家娘，你甲阮建议一下，看。你也要迄种？你知影发海嘛？我知，因为伊迄种的吼，伊有边仔有迄鉗仔嘛，有鉗仔的声音，这个真正会较适合伊。佮袂使伤大声伤响。听到迄个伊讲的这种鉗仔，安尼，你看像这就无成。对，嘿，伊迄种鉗仔声，这个有无？啊，你看，发海足色的哦。你是吹到哦，听这敢有像落雨声？哎呦，你我一解。好来哦，这阵大雨拍醒我的梦，这个时阵，发海已经出现了。安尼，对无？你迄个现做像阿嬷，阿婆。伊是用迄树脂做的，啊，伊家己全部拢。像手工艺安尼做了后，啊，就会发出声音。啊，真正，阁是阮有声册内面会使有的声音，真正我就感觉足神奇的。其实我有看到恁遮足趣味的，你看伊这个会使，这敢是大？迄就阮吼，你就叫做。客制化，就是人客介意的吼，你家己结我一个现代做，客制化，互你做进前，哦，阮兜有足济足奇怪的米，你当有想要试？足奇怪的米。因为恁少年吼爱互恁试尝，你倒啦无共的。哦，试看卖啊啦。一般拢看这种差价嘛。对，这较普通，对无？人来无共的，来。哎，无共的。哎，少年家。阿鸟会哦。天堂路诶。来。你身体较歹，你是。这阮迄囡仔叫做吱吱叫鞋。阿鸟喂。听你咯。哦。来看卖啊，哦无。冷气票咯。卖假哦。哎。我感觉咱徛伫遮就好啊。大。你这面相可能怪怪哦吼。我已经开始流汗。哎，对啊。你穿这用走的，既然你眼眶去走一遍，快。你有听过天堂路无？拜拜。再见啦！哎呦，可怜咯，较紧来，等。这不是咧讲生笑哦。可怜哦。袂啦，伊身体算好吧？落开。这真正。迄箱互你，多一箱。迄箱，中一箱。这？哎，一箱。这
这唔是咧演的呢。哦，这啥货啦？这敢没在清？迄叫做天高嘛，这真正这边哪清啦？阮时代吼，啊？古书清出嚟就是来忌讳的鞋啊，叫做天高鞋。来来来，啥哪伊要做这悬嘞？你敢有听过欺骗？欺骗？嘿，就是人愈悬愈悬，啊，就安尼气势惊死人。这算讲较古早迄种的增高鞋垫，对吧？迄叫做恨天高。恨天高。来，你唱看下。那花嘞。哇！来，这哪有可能啊？来，起来。无可能。有啦。紧张。来啦，老心教。哦，我敢若太阳马戏团呢。来好。哦。来。啊鸟尾。跳卡车呢？身躯往上，哦。啊有核心。起哩，又起，行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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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行出去哦，行出去你会滑倒。来。あのね、こんにちは。わさび、おいしい、寿司。哦。哎，无好行呢。当然无好行。就敢若查某的拳打。这吼，那小菜啊，青条迄个脚皮鞋啦，迄个手竿仔鞋迄种的啦。行路啦。开始咧丢筋的。我感觉啉烧酒醉。哎，无好行呢。这脚错哦。嘿嘿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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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使哦。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哎呦喂啊，腰脚美丽，哎，袂歹哦，会使会使，我安尼穿落我差不多200公分啊。是，这10公分啦。10公分哦，我敢会使落会使躺落来，来看咧，来一脚尖落来。落山，唔免爬上山。之前有穿过一遍，迄时阵穿差价，感觉无啥好，因为脚会疼。但是即届感觉有较无同款，就是行路有声，啊行路有风，就是迄种自带音效的感觉。哎小，紧好啊，紧好啊，紧好啊吼。男子汉较济。其实吼，我甲你讲，要穿目镜吼，第一你着爱经历家己介意的形体，吼。经了后吼，阮就看你穿几号的，吼。啊，我甲你即马找着吼，好，这大卡步的。大卡步。这叫做大卡弓。台湾人标准的号码26号。26号。26号标准的查甫囡仔啦，你着经好了后，就是经啥咧？经下大。哎呦喂啊！啊水哦！哇！哦，安尼。哎，妹妹，迄骨势有哦。哦。然后这是臭屁的代志咧。哇，那顶干呢就真济啊！真济，气情况。嘿，穿一个。哇，水啊水啊，行开！行开！袂伤安，嘛袂伤冷。袂歹呢，厉害哦。好，看妹妹做了后，我甲你哦应该嘛会晓做啊，对无？来，咱来试看卖啊。哈，这高的囡仔咧。对啊，高。够高的，来加油！高。来第一顶，第二顶，嘿，来第三顶，嘿，来第四顶，嘿是，来第先坑的。我咧做茶架时，我常常有想到我进前去 Okinawa 嘛有做青拖，嘛是用这种家己去建设，家己建立鞋啊偌大，啊去配色。所以我感觉台湾其实足水的，这物件应该互全世界人知影。因为我感觉茶架是一个台湾的历史，是一个转变。即马科技慢慢进步，其实即块吼，大家人拢会家放袂记。但是我感觉这是会使重新去熟悉即个足美丽的物件。好，完成了，耶！我人生头一箱家己做的目镜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阮若欠人的啥物当招你。我才来遮上班。嘿，拍工啊。你用啊你做你的。好。哇，你有用不这个穿哦，刚刚你刚用那就好的哦。咱即马烧啊，我拢有甲用个尖尖，有，较好穿，对，较好穿，啊无恁会穿袂过。有穿过啊，穿过。姐啊，你敢看有？你有老花无？无，哦，绝对无，无要承认，无要承认老。所以真正爱挂目镜咧。
有无，撑有过。手阁会刷。是毋是袂使伤暗？袂使伤暗，无就无声。对，袂使伤暗，因为咱带当都有关系着声音。咱先摇看卖啊，咱若感觉迄个声音咱会使，咱再搁拔互暗。老师，你先帮我检查啊，我若会使，我就继续。对，安尼对，安尼对，嘿，安尼就全部讲。哎呦，搞安尼我速度吼，速度啦，速度安尼甲吹落，吹落。我咧，嘿，唔好叫伤暗，因为你爱。我无啊，我安尼会使吧？你会使两面互较差不多边筋长的。哦，打开始是嘿，袂要紧，嘿，会使慢慢啊调整。啊，你又搁继续撑其他的。好，来。咱搁有几个空爱撑。老师你安尼唔对啦。安怎啦？你一空也无共撑过。迄是你拄啊下伫遐，我毋捌甲你撑迄空，啊无要紧。即摆是要冤家。嘿啊，恁两个即摆是好姊妹啊，伫咧遐讲，咱等下搁撑一空嘛无要紧呐。嘛会使跳咧撑嘛是。哦，嘛是会当搁对啦，嘛是搁会使等去撑啦。这甲婚姻无共呢，婚姻袂当搁倒转去啊。甲感情啦，感情啦。阮咧做的时阵，老师就有教，迄个线的长短嘛会影响声音的无共。我就发现哦，其实音乐这件代志嘛是无简单，所以才有遮侪人就爱打家乐的。嘿，就会拍出无共款的声音，啊，阮嘛家己做出无共款的声音。来哦，小热，来，台南人的热情，足热。好佳在即间有冷气。对，有冷气上赞，紧的姊啊！来，好康的来。哦，来，今日咱大家拢有任务嘛，对啊，即马转来啊，姊啊，我来，我来分享恁。好，阮来啦。哇，这啥货？特别的，这啥？想袂到吧？你有看麦？这是什么水果？你莫讲这葡萄哦，我是讲我甲你卡了。这是雪茄吧？这是啥啦？而且这内面有阮家己做的物件哦。对，啊你看有够无？哦，你遐尼含慢。我知影，这我看过。嘛伤济啊嘛。系啊。恁是去做饭了啊？拜请。差不多啊哦，差不多啊哦。最好听。准哦。花海是吗？花海嘛。小看这要到啊。阮其实设计好啊，因为花海较老嘛，啊行落安尼。有无？伊摕迄乖安尼行的时阵。哦。安尼嘿，安尼有安尼设计。是这个就是发海的鸡翅头啊。嘿，鸡翅头啊。伊迄支。口身。对。缀我行。真紧叫。鸡翅头啊。嘿，鸡翅头啊。伊迄支。口身。对。缀我行。真紧叫。这是发海头上。对，绕跑。你会来。爱较稳的。哼。有。口身。边啊，迄条蛇已经变正，你爱较注意，看招。来，好你变魔器。精彩！有啊！阮都有别款的尾声。啊对哦，别款的哦。哎呦喂啊！茶夹对无？茶夹。嘿。这真正袂发笑。你也吹啊！啊，这要哪算？这是恁两个吼感情的结合，两人四卡。哦，两人四卡。哦，我知啦，较早咱小学的时阵，好，咱拢会比赛的运动会。恁看恁两个有默契。哎呦，来，咱即摆开始啊。正卡啊，倒卡。恁两个甲讲哦好要正卡啊，倒卡。正卡预备起。正卡倒卡，正卡倒卡，正卡倒卡，正卡倒卡。火车过崩坑。啊，别退后嘛，退后。过来。预备，换倒卡来，预备起。倒卡，正卡，倒卡，正卡，倒卡，这个换hand道路这。
足重要。你两个足适合的。哦，咱两个那相生啊。对啊。哦，平悬甲平大块。会使啊吗？侧面看一模一样。哪有？伊顺货啊，我较5块诶。哦，拢同款啊。你后袂讲诶，这阿袂咧。啊，所以是要还的鸡翅头啊，就对。哦，生气头。哦，生气头的哦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阮毋是有有2-3本是甲迄个水阴金山寺，水阴金山寺，还有水的声。对，啊是要安怎用？外口有迄油烟池啊，油烟池有水的声。你长安尼？长安尼啪啪啪。对，水的声。嘛是会使但是这栋是不是？搁楼顶啊，迄个啊，夜景啊。夜光啊，夜光啊，系啊。啊，伊迄个会使，迄水会安尼啵啵啵啵啵啵啵，会使掠流就爽。无咱先去油，先去迄个油烟池看嘛。好行呀，好行。好来，你听看嘛，水的声。这水的声，来，试看嘛，试看嘛。哎，来，来哦。你也是海印吗？对，海印。对哦，水阴金山寺。发海，你今日甲我翁婿带走，我要生气啊！生气是安尼？看我的法术。你这是走伫咧水顶面的，你伫水顶面咧走，好吧？对啊，轻功水上漂。好啦，这嘛是一个方法啦。但是吼，咱嘛是去楼顶的遐。啊对，因为伊迄个啵啵啵的声。会惊啊，好。好惊。你感觉嘛袂歹呢。来。咱来遮会惊啊，会惊啊内底会滴啊。我讲的就是这啊，这是不是更较亲像你卖声？这较自然。真的。对啦，水银金山寺。我是感觉这。是。再做啊！竟然敢伤我！你甲我会记你，你这个臭花熊，看我如何修理你！主人，我来甲你斗3工。那么，biu 的话怎么办？法术的声音怎么比较像法术？这个已经是打斗了嘛？这无像。还是这样？还是这样呢？拍伤咱的主人，要互伊知影咱的厉害。什么？看咱的厉害！然后这时候要打斗喽，看咱的厉害！看阮的厉害。哦，看阮。阮甲咱无共，这边是棍了。嘿，这边是棍。好棍。好啊，安尼咱就头拄啊。嘛行一遍啦，我感觉咱就直接。对，帮我先行一遍，啊，我嘛直接真正录一遍。对啊。若是成功的话，就要第2遍啦，好不好？一件到底。我有信心。来，加油一下，我真正足无信心的。我也放轻松。我替恁足烦恼。我就讲对的。但是咱对家己有信心预备起。啊，加油！安尼咱一件到底吼。好。准备来录上啊吼，来录起来，笑。好。就等你，怎么这么好笑？袂使笑哦。冷静。好，来。白蛇、青蛇、水阴金山寺。白素贞的查某囡仔小青，为着要来帮助主人，运用法术召唤虾兵蟹将，暗算要伫遮甲法海一关生死。看招！竟然敢伤我！臭花熊，你甲我会记哩？看我如何修理你！主人，我来甲你斗3工，看我的。等一下，好，这里开一个哦。来，臭花熊，你甲我会记住？12月天食冷水，我甲你点点记在心。主人嘛真戆。真无简单，才受人做人形，为着一个查甫人，
如今花海甲伊缀伫雷峰塔下骹，安尼敢有价值？最后，妖怪也是拍输人，花海用法术将白秀珍缀伫雷峰塔，永远不见光明。哇！确定要给观众听这个吗？我感觉做这有声册实在是足困难的，因为第一，伊是用这种较传统的故事嘛，啊内底讲的话嘛是足文言的啊，而且阮搁爱用足侪声，啊搁爱演戏，啊搁爱家己配音，啊搁爱录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正足困难的任务。一开始阮是讲一件到底，就是袂使卡的意思。足紧张的呢，因为你会想要甲伊讲好，真正做袂好，因为你一个人爱讲无同的角色的时阵，迄会翻袂过来。好佳在秀卿姐也有想到，咱像演戏共款，啊一个人讲一个角色，啊然后就较顺啊。来，继续，咱来观看东关会马桥啊！报告马超大人，代志无好啊！恁老爸伊去互周楚抬死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少一句 OS， 第一句 OS， 我还没 OS 的。哦，你还没有。对，刚刚是那个。没关系。继续，咱来观看，这个故事叫做《东关会马桥》。紧张，切开的时阵，你这个臭和尚，你将我的红婿献我。那是我无要爱情咧。那安尼，我就互你知影我的厉害，哈！会使。会使，因为迄句唔是你嘛，迄句是白素贞嘛。无我发现吼，这个故事是牛雷霆。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做事的人，伊一直找袂到结婚的对象，伊透过媒人婆介绍来543日。你是做事啊？你在攻杀543自己喊吗？哎呦，老师，真久无看的，你算记好无？我等你足久的呢。等偌久？足久。这里久。哦，你的等待是有价值的。对，真的嘛。讲了真好。真好，真正。真正，你这世人哦，大啦。真正。啊，要甲你考看功夫内练了如何？哎呦，你看我安尼西装打扮了，再过来甲你记名对无？因为阮准备好啊。有开始对恁有信心吗？真的吼，好，第一把作品，阮要分享的是这把图。三国演义。对。嘿，对。马超。这不是马超。还是？安尼讲有信心。好啦，我在练习。这个好笑，好笑。今嘛要讲的这个故事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关羽为周楚而拍战功，报答着周楚的不杀之恩啊！甲周楚赐予伊的钱财，一身5里拢无摕，骑着胭脂马，带着老鳖2位夫人，往河北找找着老鳖啊！
但是关羽是对左侧的地盘出关的，手上却无过关的文书啊！这！恁老大左侧讲要放我走，去互我找我大哥老毕。你敢无通关的文件？无呢。新上规定，无通关的文件就袂使放人。哼，若准讲我一定要过咧。哪有可能互你过？好，哈，嘿，哈，哈，哈，你做无用哦，总算来到最后一关了。出了这关，就会当带小后去见大哥了。你免想要过我这关卖走！哦，总算顺利出关了。大哥，我来啊！这。就安尼，关羽为着过关大开杀戒啊！过5关斩六将，顺利出关啊！带着老毕的2位夫人前往河北找找着老毕，但前方等待伊的又搁是什么危险咧？咱继续甲故事看落去。赞！阮是用阮的性命为着你的有声册。对你有啊，钦佩无？有钦佩，你拄有感动哦。有感动。啊，你的目屎无滴两滴啊？迄个摕一粒目药水互我一哎，个，一个。哎，但是我嘛是头一摆安尼看到，听声啊看一百，感觉真正迄敢若活起来呢。真正活起来。嘿啊，来哦！后一摆的作品呢？愈来愈精彩。对，紧张，刺客。来第二把。这把叫做什么名？东关五马桥啊！这内底角色较济，啊，阮嘛一个人吼来演2、3个角色。对啊。安尼哦。而且比拄只迄搁较无用。足无用的，是哦。搁爱轻轻锵锵，啊，搁袂走。哦，阮所有每一支拢会摕出来用。来，继续，咱来观看东关过马桥啊！马桥的父亲马田被左侧杀死啊！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马桥就绝对要为伊的父亲报仇啊！报告马超大人，代志无好啊！恁老爸伊去互左曹杀死了。什么？父亲大人，我对天就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用我的双手，一定爱把左侧杀掉。报告马超大人，阁有啥物代志？听讲左侧人伫咧东关。好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咱来甲左侧拍一个咪咪帽。嘿呀！马超伫这个东关拄着左侧，但一时之间也认袂出来左侧。马超下令，只要是符合左侧的清册，一山无论啊！头前就是左军军名，但是遮侪人，我要安怎知影这一个人是左侧的？现在要报告马超大人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新青红色正界就是左侧啊！蒋将官，哎，若是看到穿红色正界的人，绝杀无论。既然是用我的红色正界来锁定目标，安尼我来换别人的锁，安尼互你就找无啊！可恶，左侧人咧，是走去倒位？报告马超大人，左侧伊有留长喙手，所以迄阵人内面留长喙手的人就是伊。安尼好，蒋将官，好，若是拄着留长喙手的人，绝杀无论。好。
水手挂掉唔着好啊！安尼你就明白出我啦哈！再见啦，马超！嘿，这声左错，阮当是走袂去。报告，马超大人，左错叫做是别人走去咯。什么？已经人也袂死。用着别人的衫，挂着家己的长喙手，左错利用着家己的干巧，逃过这个死劫。唉，马超煞来失去为伊的父亲报仇的良机啊！真正无简单。太钦佩阮家己咧，那会糟蹋咧。受我一拜，嗨，嘛是爱感谢阮这个机会，赞有这么好的作品，对啊，所以吼，就引导着阮吼遐尼敖表演。对。妈，迄个左手即马若去在世，伊就感觉讲，伊嘛你莫叫伊叫来找阮咯。伊绝对会感觉讲。恁太只了解我，我从何里拢知。对，好来，刷落来这个，刷来，哇！哇！这把叫做什么花？白素贞水银金山寺。来，来，咱开始看。咱来水银金山寺啊！好，今麦这个故事是白素贞水银金山寺。真久以前，有一尾白蛇，伊的名叫做白素贞。伊化作人形嫁予苦仙，两人日子是过甲真甜蜜。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影了后，甲苦仙骗来藏起来。法海。我唔相信你讲我的娘囝是蛇妖，我要回去找伊，请你放我走。施主且慢，你的娘主即摆嘛无伫厝。哈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敢讲你要伤害我的娘囝？我无要甲伊伤害，是拍算要甲我伤害。唔信，你家己看。原来是白素贞要来金山寺。找找家己的翁婿。娘囝，你哪会来啊？当然啊，我就是要来救你的啊！哼，你这个臭和尚，你将我的翁婿献我！那是我无要爱行咧。那安尼，我就互你知影我的厉害，好！原来我的娘囝真正是妖怪。时间到了，要来收妖了。大哥，我袂当受鬼啊！免惊，等下有人会来甲你救的。我哪讲会苦啊！白素贞水阴金山寺，法海暗算要收服白素贞。法海甲蛇妖的对决，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咧？爽！对啦，哦，太精彩了，有加分吧？有加分吧？哦，你啊分你机，哦，足辛苦。我分嘞，他妈甲游泳池的水拢啉了去。加20分，120分。哦，120分哦。哦，我错一条，伊讲20分，我加一条。白蛇、青蛇、水阴金山，是。白素贞，伊的查某囡仔小青，为着要帮助伊的主人，用着伊的法术来召唤着伊的虾兵虾将、蛤蟆精、牛精等等。水阴金山寺，阴死足多人的，法海要甲伊一决生死啦！看招！
害我，臭火熊！你甲我下去，看我如何修理你！主人，我来甲你斗3工。哈哈哈哈！看我的厉害！蛤蟆精，嘿，姑姐，嘿，迄个臭和尚竟然敢欺负咱的主人，咱就绝对要互伊知影咱的厉害。无问题，没问题。好来，嘿，嘿，看我的厉害！好，嘿，你说无用。好，白素贞，你甲五爸，我已经决定要将你压伫个雷峰塔之下，永远不见天日。但是，是不是最后，让我看我父君最后一摆？安怎样？敢讲你阁想要救你的主人哟？哼，臭和尚，你敢会记哩？我的主人嘛真正戆啦，好无容易吼，安尼修炼吼成一个人啊。为什么为着一个臭查甫人，互法海，互伊压伫即个雷峰塔的下骹咧？安尼敢有价值咧？最后，人也是比妖精搁较厉害。这个法海用着伊的法术，甲白素贞压伫这个雷峰塔的下骹，永远袂当见天日啊！真正爱考出来啊！我是有向用听一句话，可惜你这臭查甫人。可惜有够可怜。考生无洗身躯，所以做臭哎，拢生，海水臭臭。白素贞甲小青拢可惜害，这臭查甫人啊对啊。考生拢是生啊，所以较臭。哎，我感觉这个有声册吼，这配乐遐的道具后签啊。后汤匙啊，后茶夹，后面桶，哦，足侪，拢有啊，啊，还有水管，啊，还有蚵仔鼎，嘿，蚵仔鼎，对啊，真牛，真。是啊，你看内面这三个翁啊，啊，互阮安尼表现甲哦，活灵活现安尼。阮演甲咱吼袂输百几个，真正。这个故事是《牛雷鼎之龙情未依》，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做事人。伊一直找袂到结婚的对象，伊透过媒人部的介绍去熟悉隔壁庄的水姑娘，了后两个人一见钟情。这啊是隔壁庄的查某囡仔，人乖又阁水，你吼会当娶到伊，是你的福气哦。小姐，你真正足水的呢。我甲你讲啊。这个查甫吼，虽然是做事人，啊，不过吼人故意啦，个性嘛袂歹。我看人真准，这个吼绝对会疼某的哦。哎呦，人拢吼无答应，就要嫁予伊哦。哎呀，无要紧啦，啊，恁两个会使先为约会开始啊。查甫人逐工田里耍了后。牵牛去隔壁庄找这个水姑娘啊，两个人互相意爱的情形，拢互牛看在眼内。你敢会晓骑牛？啊，人袂晓啦。袂要紧，我来甲你教。哎呦，我足惊的咧！你甲我保护，你甲我保护啦。咱伫遐食饼吼，啊无，敢会想要食？啊？应该袂吧？但是你看伊的喙烂，一直流，流到涂骹呢。啊无吼，咱就肥一喙互伊食冰淇淋。来。嘿，你哪会规个食掉啦？若是老师，我是唔知哦。有一天，两个人约会的时阵，一只牛雄足生气的，感觉家己的主人去互查某囡仔抢去啊！
这只牛想要将两个人弄开，伫咧伊想要弄开的时阵，每人步冲出来啊，去甲牛赶走。紧张刺激的时阵。哇！我嘛爱你呢。来，金姐。没事啦，哎呦，细，啥有啥呐？差点仔甲阮弄掉。哦，你哪会去甲我弄开来？救人啊！哎呦，这只牛哪会遮无听话啊？应该就爱甲拍，嘿，嘿。感谢每人婆的帮助。哎呦，咱是要安怎甲伊感谢啦？哎呦，恁免客气啦，我吼只是看袂惯势，这个好事吼去用破坏去。啊，恁要甲我答谢是会使啦，就请我食恁的喜酒就会用之哦。当然无问题。好，恁吼就继续恩爱。啊，这只牛哦，我就先牵走啊哦。伫咧为人婆的帮助之下，两个人的爱情开花结籽，实在是真恭喜哦！哇！要来拍分手啊！哇，足紧张的其实。来啊，掀起来吼！哇！足厉害，对，就是。这全部有11块啊！咱开始来拍分手。好啦，咱第一件10分压力啦。 20、30、40、50。过来，加较贵，50基本嘛，来开始加分，开始加分吼，加分，搁加，真牛！但是这个我本来想要去的，好，谁来讲？但是听吼，为着苦生你太真正无负责任，你害白受精，你去用关，所以这个算苦生的，90分。哎呀，是最快的，对啊，哦，袂歹，90分就足厉害啊！对，阮想讲，阮的标准应该60分尔。袂歹，家己拍拍啊！好，谢谢面结赛的。感谢。面结赛，希望你有感受到阮的用心，对啊。我真感动。对。因为即马若甲你用100分，感觉就无追求。对你的理想，嘛毋是100分就无追求完美的机会啊！哎呦，所以爱留10分。我知影啦，因剩这个10分吼，咱较有进步的机会空间。安尼好无？好，感谢你，万年富贵，谢谢。啊，咱的量够香啦！够任务。啊，去遐听嘛。安尼，博士还有代志要讲。来，即马什么时间啊？够。啥物意思？恁这摆作品真正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个有声册正适合予叶师傅点出的时打 QR code， 也是团结的网络，让大家好好啊理解伊作品的故事，甲特别的展览技艺文化。不过，恁唔通欢喜伤早，恁的任务只是暂时完成。刷落来，还阁有大型的活动需要恁来拍拼。恁这几天就先好好啊休困，等候我会通知，才阁来接受新的挑战。哎，我飞去啊！飞去啊！博士呢？哎，大家讲完拢飞去。重点是大型的呢，你面结赛。哎，敢有庙会哈？大型的就是吼，即摆也袂使讲。哦，你袂使讲。哦，是秘密啦。咱拄啊，这10分就是咧大型的。哦，我真正是。
无要紧啊，代表这大型的，阮只要做到10分就会使哦。无啦，我无这你较清，无啦，我会负责大型的就是1000分啊，到10分要到100分，这10分照顾足重要。就亲像你做整念嘛是共款一步一步，所以我嘛是啊，一步一卡印，啊2步就2卡印。你无啦，啊唔得安尼，2卡。咱爱来期待这个大型，会当互你加分安尼。好，新的礼物。我做期待的。好，阿弟，我就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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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